繼續來看社會福利政策，這總統賴清德昨說明政策時陣，又講到這家庭主婦等等無參加職業性社會保險的民眾，有定期納這國民年金，滿65歲了後，未來逐個月會當領到5000塊年金。其實這是行政院今年1月提出的國民年金法修正草案版本，對逐個月4049塊要調懸到5000塊，伊閣有176萬人會當受到幫助。參加國民年金嘛，迄就是家庭主婦嘛，對不對？好，唔要緊，以後家庭主婦共款，一個月至少5000塊互家庭主婦領。前一天到嘉義參鄉，賴總統對鄉親講到家庭主婦才無參加職業性社會保險民眾，未來每個月會使領國民年金5000塊。其實這是行政院1月提出的國民年金法修正草案版本，互按時繳保費年滿65歲民眾會使請領的國民年金，保底基本金額部分由現行每個月4049塊，調懸成5000塊。受益人數有高超過176萬人，一年增加大約178億預算。這個錢怎麼來？我們就納入年度預算，還有115年，如果從7月1號開始執行，那我們會納入追加減預算。不過，立法院審查過程中，朝野立委也攏有提案增加金額，對6000到8000攏有，也未達成共識。議員等待維權委員會審議。國民黨立委是批評賴總統講話，較會誤導民眾，更加質疑是選舉的語言。現在還在修法，而且我們立法院可能修法，它的金額可能更高啊！你為了拼選舉啊，拼選票，最後呢，這樣的發言其實真的是一個騙票的行為。重點不是在野黨講的大傻逼，而是讓沒有勞保、公保、農保的人老後至少還有一個基本支撐。國民年金提供老年年金，也有身心障礙年金、遺傷年金三大給付保障。根據衛福部統計，到今年2月，被保險人大約是285萬人。另外，行政也通過6大社福津貼調整方案，包含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補助、低收入戶兒童生活補助、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、身障者生活補助、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也有60歲以上生活扶助，攏調懸23.5%，預計對今年7月生效。受益人數大約89萬人，而且未來每2年也依照物價指數評估檢討調整補助金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